的视频啊，阿妹哦，我就粗胖胖哦，哎呀，莫嫌伊粗哦，来讲伊啊黄金呢嘛，我这专门台式存钱的人个啊，太搞好哦，有啊，怎么买死啊？大家就很爱出啊你啊，此生莫脱俗啊，爆破莫风的全意识机，个朋友超爱讲司机，啊，佢讲东来爱挖屎，色彩就很特啲，啊，讲到上爱来识条路，个条路又唔顺心，哎呀，中秋啊，要开视频，本来拄到好时机，夫推的存钱存到爆逼逼。希望咯，有钱啊，搿就像个头婆娘了，来双求神明下门前，啊是爱叫起来做盘，端正哦，我按好福气，可爱做事戆戆啊，端正不爱同我一个讲你嘛，搿事实吊上。人家拿去比哦，我冇碰风冇骗哦，我让坑哦，真是了。该哦，来亲戚朋友啊，就大伯，主啊你哦，你这个讲朋友啊，是难照顾你嘛？佢点你的批了呢？冇个难照顾，真唔会啦，哎哟，偷来搞神气啊，你怎么的啊？所以到三更半夜搞肚脐。所以都三更半夜搞肚脐，要搞肚脐，都朋友几好诶你无？哎呦，莫搞肚脐哦！我同太太讲，基本哦，迄个聪明咯，过生日，我个讲朋友迄个准备东西，然后夹落去准备，莫地来紧冲，等下就鬼死了，叫后诶你莫来讲起哦。我就创业了。哎呦，讲那个妇人命嘞，哦，那老古人言讲，360磅用版型嘞，咁咩行行出创业，错嘛？
爱吼三托四托，当阵本业，当阵又要半拖一张，有咩创业的嘛？冇个创业的都谈得到嘛？开始创业，哎呦，答对有奖了，哎呦，讲真都讲，俺哋要搶富人嘛，開始創業嘅富人咧，要搶嘛，要吼按自寫成嘅，講真咧講，要比你阿爸叫識寫生意，我真你唔可以教老弟做生意。阿姨，你準備東西，你準備好嘛？啊，不用愛亂，還有你種地哦，我加一次給你冇。按澎湃哦。係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買盤都按到。你要改成俺倆是開從開哈。哦。俺倆講啊，我準備當場主心主官並主喜了主創啊，主創哦，呀，俺倆講麻油炒雞公，是嘞吼，伢爸他胸頭，我以為你係講阿爸咯，跟住撕嚟到去咯，超唔贏啦。超唔贏嘅嘛，係啦。佢冇做其中阮拍頭期簽好勢咯，佢就算無有不抽，我有冇拿到樣個勢？佢較遠啦。較遠吼，啲人講哦，我動用是冇，啲全部人個落後句啊，你國家你講乜嘅？你聽我爸乜嘅？落。哎呦，開心啊！安尼哦，不得不起，伊種再講都無好話，等下做你老爸擺書吼，我就親手不亂講話呢。哎呦，不用，講不用，做唔是笑咩？愛吼，唔會啦，唔會亂講話，唔好硬講，因為唔是笑，我就堅笑。講的唔是笑咧。我想嘢辦法來。我倆講講不講，唔可愛。我咧緊口呢，我有事冇事，我絕對唔會亂講話，唔放心啦，講得放心。放心，一講放心，我也唔放心。係嘛？我想到嘢辦法。好，安尼，我做你阿爸嘅擺書嘅話哦，先講一遍兩個談看啊，你個當放心。我先講哦。我先講，安尼，無我講雙機，你就講下機。我講咩？我講。一定我講，我先講哦，旁邊咯嗬。祝福阿爸，係福如東海，福如東海，幾好了。蘇比南山，要蘇比南山幾行啊？長命富貴，要長命富貴，幾行啊？健康是榜一。嘿哦，健康是榜一，怎麼健康是榜一你們？哎，好錯嘛？錯，我二了，健康是榜一，然後我二講啊，我講嘅，我唔講嘅，我談看來。我講係。係啊，冇我要笑啊。係嘛？係唔講唔是笑。真咯，真嚟講啊。好，我講真相嘅啦。我來講啊，嘿。好，我上一下。你談得啦，講不了。猜嚟談。我請我講啊。哦。佢崇明樂。崇明樂。頭台面師傅。掠好，我就講啊，我講。繼續。好。最太識空識得無福又無錯。哦，講緊乜嘅話？哎，你咪講清楚咩？條你幾好，本來都冇，一談唔得，冇。談唔得，係要，係不能講嘅。都講解一百。好，真嘅咯。好，真嘅。亂講哦。我談得啦。談嘅，提猜嚟談。杜太幾歲無？哦，你係咩好？我就講啦。我是萬神講，落來你龍龍，講花落田土，從明落過生日，我能把你很會喜啊！他不意思哦，阿妹哦，你談過啦，講談得，哦，我本開始，我聽講咧吼，我就不同我混喺啲嘢。唔好氣啦，我同講，我出家嚟做，我做你唔可以教阿爸擺書，你這種唔是你吼，三萬一睇人視頻的，我離了哦，真的甜咯，我同講，我甜來哈，我都打頓，不是你這個啲哦，爆笑豬頭皮，面叔說真的甜咯，真的甜，哦，係女，睇下女嘿。講啲嘢冇，講得冇安那紅咧，安
么澎湃，我是赛死猴拿，哎呀，变相进去，变相进去，无多出来马甲叽叽哦，我都我笑下去，实在是还无奈何，看到有木叶叶的，无本去摕哦，只有菜糕了。系啊，系啊，看到有按菜糕，无本摕哦。当菜糕无先当澎湃，眼风。无本摕还有成分咩唔攀地。係咪你都本係摕啊？本摕到依家跳翻落去啦。本係摕啊，對哦。對，講朋友對。你唔是，你唔是。你吼，你伫尾度，唔穿啊多錢錯嘛？哦，係吼，去銀行攞一兩個現金。真嘅係。啊，佫買黃金。哦。你哋做你都好。係。該落後古董窗嚟哦。誒唔係重點。重點嚟講。好。啲長面路。哦，長面路。係啦。該嗲即來做咯。嗲沒啦。安尼拄好是點心。哦，冇是點心咯。拄好是點心。睇下鄉親，再來問下爸，搶嘿，日日必做叫說生意。睇下伊來問。他真的是澎湃誒，我睇了。謝謝，感謝，結束哈，因為。